各位朋友，同大家跟進一單甲級寫字樓最新嘅成交嚇，就係皇后大道中9號嘅頂樓34樓全層啊！咁呢一層寫字樓呢，就一直都係市場嘅焦點嚟嘅。咁啊，主要原因呢，就係佢本身大道中9號嘅頂樓呢，喺香港甲級寫字樓嘅排名榜呢，就係佔據第一位。咁啊，當年係講緊2018年啦，咁買入價咧，尺價就係講緊61,800，咁啊高居榜首，係嘛？我諗到而家咧都未必破得到佢嘅紀錄㗎啦，因為排第2位咧就已經係遠東金融中心嘅33樓，尺價係61,000幾，咁啊再落去咧就係遠東金融中心嘅47樓01，59,000幾咁樣嘅。好啦，咁睇翻今次皇后大道中9號頂樓嗰個成交價呢，咁大家留意一下呢，就係佢成交嘅尺價呢，咁大家報道都大約係26,800幾蚊一尺，咁但係又唔好忘記，其實大道中9號呢喺頂樓呢有個5,000尺嘅平台嘅，相當有特色嘅。咁如果我哋以翻呢個平台嘅價錢，咁大約係一啲內籠尺價嘅1/5價錢咁去計啦，咁你咪預佢係5,000蚊一尺到啦。咁如果5,000蚊一尺大約係5,000尺嚟計呢，咁淨係個平台價值都2,500萬。咁如果2億3千萬減翻2,500萬呢，咁平均尺價又低啲咯。咁大約係去到24,000蚊到一尺咁嘅水平。咁大家要比較一下，咁24,000蚊係一個咩概念呢？嗱，咁會係全香港甲廈天花板最高嘅尺價紀錄。咁因為呢，本身皇9就係喺香港排名榜頂樓係榜首啊嘛，咁今次呢一個排名榜首嘅樓層再一次成交呢，咁佢亦都好大機會呢成為咗甲級寫字樓嘅一個成交尺價指標。咁即係話唔計平台呢，就當佢係24,000，如果係計埋平台頂樓呢，就26,800。我諗大家聽咗呢個尺價呢，又睇一睇佢之前嗰啲成交，咁究竟企唔企得住腳啦？對上嘅一個皇后大道中9號嘅全層成交呢，係喺2024年啊，咁大約係10月份到呢，大道中9號有個29樓嘅全層呢，就係售出咗嘅。咁賣方咧就係觀瀾湖啦，咁都比較出名嚇，咁所以咧當日嗰個新聞亦都係比較係矚目一啲啦。咁佢成交價咧係3.1億，咁尺價大約係22,500。好啦，咁用呢一個價錢去對比咧，2024年大約係10月份到咧，29樓係賣咗22,500。咁今天2025年嘅6月頭賣出呢個34樓頂樓全層係26,000幾咧，咁大家睇似乎嗰個比例上又合理喎，佢又冇乜跌價啦，咁似乎都企穩咗喺呢一個尺價水平嗰度。咁而又講翻其他愛嚟做比較嘅一啲甲廈啦，咁大家睇得到呢，其實如果講近期甲廈嘅成交都多咗嚇，咁其中呢，就同大道中9號都係差不多同級尺價嘅呢，咁就有遠東金融中心。咁遠東金融中心最新近嘅成交呢，就3月份呢，紀惠集團呢就沽出咗一個遠東金融中心39樓嘅全層啊。咁呢個全層講緊呢，就尺數就10,800尺，咁售出價就係1.94億，咁平均就圍到18,000蚊到一尺嘅嚇。咁大家要聽咗啦，呢個尺價如果遠東金融中心大約係18,000蚊到一尺嘅全層嚇。咁其他嗰啲全層大家去比較呢，咁你就會睇到呢，其實全層嗰個尺價呢，有機會係可以比散單位呢係會高少少嘅，因為始終用全層，咁你其他嗰啲走廊位置啊，咁你都可以全部用晒啊嘛。咁即係話呢，遠金又大約企到喺18,000蚊到一尺嘅水平。咁而再近期少少呢，就仲有環球大廈嘅。咁啱啱喺早幾天呢，就環球大廈23樓呢，有個03同04嘅單位呢，就由馬亞木家族係沽出啦。咁呢兩個單位加埋就2,316尺，咦咁成交價呢，都講緊有18,200蚊一尺喎。咁尺價講緊18,000幾啊嚇。咁如果講環球大廈23樓嘅成交尺價，咁大家都知23樓呢就未係高層啊。咁而其他嘅一啲甲廈成交嘅尺價呢，如果大家追溯翻呢，
譬如好似美國銀行中心呢啲都係歸類喺尺價頂級嘅排名之列啦。咁而美國銀行中心呢，其實喺今年都係有成交嘅嚇。咁喺2月份呢，美國銀行中心嘅28樓有2個散單位，加埋係2613尺呢。咁佢成交嘅尺價呢係20,990蚊，咁啊大約係21,000蚊嘅水平，咁就企穩咗喺呢個水平。咁啊，再推算翻美國銀行中心有一啲全層嘅成交呢，就去到舊年啦，2024年呢。咁其實大家有印象啊，有2層全層呢，差唔多同一時間沽出嘅。咁一層呢，就係23樓全層，咁咧就以2.5億去沽出，咁啊尺價就圍到18,000蚊。咁啊，另外一層呢，就比較出名啲啦，就30樓全層，因為賣方呢就係德祥集團啦嚇，咁啊買方呢就信和置業有關人士啊，咁啊成交嘅尺價呢就去到18,700，咁但係呢一層呢就特別少少，就連埋4個車位啦，咁啊所以連埋4個車位呢，咁即係成交尺價都大約係講緊17,000蚊到咁上下嘅水平啦。咁啊，剛才提及過咁多全層嘅甲廈成交，咁大家睇到嗰個尺價呢，就似乎係企穩咗喺大約由18,000到20,000幾蚊一尺嘅呢個水平嘅。咁如果用翻今次皇后大道中9號頂樓再一次成交係2.3億，圍到26,800。如果購埋平台呢，就當佢24,000幾嗰個尺價呢，咁似乎甲廈係咪已經揾到一個支持位喺呢個水平，係吸引到投資者或者用家入市呢？咁啊令到呢就其他嘅業主啊或者其他嘅買家呢，都會咗有一個係成交價格嘅參考指標呢。咁啊近期呢，就甲廈嘅指標尺價都係多出現嘅嚇。咁啊，最後同大家講埋呢，就係港交所呢喺4月份呢，亦都係動用咗63億去買入咗147,000尺嘅樓面嘅。咁呢個消息亦都當然係相當正面啦嚇，對於香港整個即係金融中心嚟講。咁如果講佢個尺價呢，係圍到42,800嘅。咁如果據消息透露呢，就42,800呢係以實用面積去計算。咁啊，如果一般香港嘅甲廈咁，你當佢70幾個% 實用面積去計呢，咁可能講緊呢，用翻建築尺價去計呢，咁港交所買入嘅即係建築面積尺價大約係30,000蚊到一尺啦。咁如果購埋即係業主方呢，就會提供翻一啲工程俾港交所，譬如好似喺天台做一啲走字嘅廣告招牌啊，或者喺平台嗰度做翻一啲港交所嘅 logo 啊，或者提供翻一個即係商場入口啊，或者佢自己港交所嘅一個即係宏偉啲嘅入口俾佢呢。咁佢嘅尺價呢，就大約係去到28,000咁上下啦。好啦，咁呢啲大約係20,000幾蚊一尺嘅水平呢，似乎呢就定咗位呢，就係近期大家見到一啲甲廈上到天花板頂樓或者超甲廈嘅一啲成交價指標。咁未來大家會唔會根據呢一啲成交價格嘅指標去做討價還價嘅工作呢？咁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啊，似乎近期呢就甲廈就動作多多啊，咁似乎佢嘅跌幅呢都係大到足以吸引得到咧用家同投資者入市啊。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